喺生活入邊，你有冇一種精神透支嘅感覺？呢種感覺唔係指每日返工、開會、覆 message， 而係你對於自己扮演嘅角色感到好疲倦。喺唔同嘅環境，我哋都渴望得到認同，所以喺辦公室，無論面對上司、下屬定係同事，都想做到面面俱圓。朋友圈入面要風趣幽默、醒目又識搞氣氛，屋企又想做個孝順仔女或者最顧家嘅人。你咁努力，無非係希望其他人認為你係值100分。但係有冇問過自己，到底你係想做最好嘅自己，定係人哋眼中最好嘅你呢？其實好多時，就算你幾努力，都會有人對你唔滿意，因為每個人把尺同標準都唔一樣，所以要討好全世界，其實係冇可能㗎。如果你太在乎每一個人嘅睇法，好容易會造成心理壓力同內耗，逐漸失去自我，令生活嘅熱情減退。所以你要揾到一個平衡點，而做法就係人際關係嘅整理。無論係現實或者社交媒體，要篩選邊啲對你正面有價值嘅影響。但凡帶有盲目批判、消耗你心智同時間嘅人同事，都必須要斷絕。拒絕不必要嘅應酬，甚至情感勒索。唔好怕因為驚人哋唔開心，或者為討好人而勉強自己。當聽到人哋嘅批評或者意見，唔需要俾太大反應，先沉澱一下，再諗清楚應該接受定係拒絕。同尊重你或者合拍嘅人坦誠交流，包括工作上嘅夥伴、家人同朋友。主動感謝嗰啲真正關心你嘅人，因為呢種關係先可以幫到你真正成長同進步。記住，健康嘅人際關係並唔係越多越好，而係需要有好嘅質量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喜歡呢條片嘅朋友，請 Like、Share 同 Comment。記住訂閱我哋 MCM 專業收納服務生活頻道。下次見。